经济部伫去年8月要求大型的超商、百货公司佮有大卖场，爱伫今年1月底进前完成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，无的话2月初一开始就要处罚，大约是有4000个业者会受到影响。饼、糖仔、龙年造型欠钱的甜工，甲真古水吸一个就会倒的电火，这商品是白满满，还有各种主题福地嘛开始咧卖。业者上准申请的商机，推出各种的礼盒，向消费者来买。而且算销的时阵，内用会员的条码，还会当收集点数换礼物，是真受欢迎。不过，这大量会员的资料，若是无好好保护，恐惊会成做各自泄露的管道。我有收过这种很像诈骗的讯息，但就是我就会尽量不去点。资料库要外泄，其实是整个是不是人为或者是系统的疏失，跟银行也有签保护，可是很多资料也会从银行流出来。经济部去年8月要求大型的超商、超市、百货甲大卖店等等的业者，要在今年1月31日前完成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，包括各自的收集、处理，甲利用内部的管理程序、资讯安全管理、甲人员管理，而且实施教育训练、甲事故的预防、通报、甲应变机制等等。为2月初一开始，若违规互查到，就要裁罚。估计差不多4000间大型综合零售业者会受到影响。有在执行个资管理的公司，他们其实应该现在就有，那就是要依我们的规定再去符合，再去做调整。针对这点，连锁超商专家表示，2012年都用个人资料保护甲管理机制来确保强化治安风险的管理，嘛依次每2年更新严正的频率，来确保个资的保护。莱尔富嘛已经把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函送经济部核备在案。新光3月嘛，伫去年摕到国际运输资讯管理的标准，目前拢照 ISO 27001制定资讯安全政策，甲相关管理程序书来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